我哋相信音符係包住靈魂之窗，音樂能夠賦予表演者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感受呢個世界，亦都能夠帶聽眾去睇到佢哋所嚮往嘅風景。我哋嘅導師同學生亦師亦友，喺課堂上面互相交流對音樂嘅感覺。除此之外，鼓勵佢哋喺人面前表演，因為音樂就係我哋嘅溝通方式。學生可以透過中心定期舉辦嘅表演活動去增強信心，為比賽攞到好成績打好基礎。課程嘅種類非常多元化，包括個人班、團體班，亦都有豎琴、鋼琴、吉他等等唔同嘅樂器學習。希望所有嘅學生能夠利用音樂去感染身邊嘅人，令音樂成為生命中其中一個部分。